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创世纪第24章第10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诚。今天的创世纪的经文较长，请兄姐自行来研读。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受命回到亚伯拉罕故乡，为以撒来寻找娶亲的对象。当他回到这个拿鹤的城里，他心里就暗暗的祷告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求上帝赐给他有机会找到一位适合的对象。果真如此，他还没有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位女子，她的名叫利百加。老仆人就去向她要求喝水喝，利百加就非常有礼貌的请仆人喝水。仆人又进一步的要求利百加让他的骆驼都喝到饱，利百加也照做了。老仆人因此就拿出了贵重的金饰来给了利百加，并且问她是哪一家的女儿，并询问说家里是不是有可以借宿的地方。老仆人就因此赞美感谢信实的上帝，上帝不但保守他一路平安，也让他非常快的就找到亚伯拉罕的亲人。利百加的哥哥拉班看到妹妹手上的金饰，就询问了来人的背景，也邀请了老仆人在家里留宿。入内留宿的时候，仆人就先说明了来意，并且说明上帝他是如何的带领安排，又询问拉班是否有诚心愿意将妹妹嫁给远方的伯公的这个儿子。上帝的安排之下呢，仆人的任务非常顺利的就完成了。在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记载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有关于洗手的事。法利赛人以及他们的同伴责怪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没有照犹太人的传统习俗来洗手。但耶稣基督回答他们虽然只守着人的传统，却不是真心的敬拜上帝。这一段的对话的重点其实不是洗手不洗手，重点是在于犹太人他们只重视在意遵守人的传统以及习俗，但在敬拜上帝的事上却不在乎以诚心来敬拜。因为耶稣基督的评论，法利赛人他们用巧妙的方法来拒绝了上帝的诫命，也用人的传统来废除了上帝的话。他们并不是以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法利赛人和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些经学教师一起来见耶稣。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就是没有像法利赛人一样那样的先洗手。原来法利赛人和一般犹太人都居守祖先的传统，若不照规定先洗手就不吃饭，从街上买回来的东西若不先洗过也不吃。他们还居守许多其他传统的规律，好比怎么样洗杯子啊，要洗锅子啊，洗铜器啊和床铺等等。因此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就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我们祖先的传统，竟然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一般假冒伪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对的。
他说：“上帝这样说，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竟然把人的规律当成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却都是徒然。”耶稣说：“你们居守人的传统，而放弃了上帝的命令。”他又说：“你们技巧地拒绝了上帝的命令，为的是要居守传统。摩西命令你们要孝敬父母，又规定咒骂父母的